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今天又见到各位，感谢主，今天让我们有非常好的天气。我记得去年大年初一的时候也是好天气，所以呢，神让我们在去年一整年，从年初到年尾都有很好的天气，好的开始，有好的结束。阿们吗？阿们。明天就是除夕夜了，我相信在座的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的小朋友，明天在除夕夜，你们最期待的是什么东西？领红包，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耶稣要给我们一个红包，你会期待这个红包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会是钱吗？应该是不会吧，因为钱一般人就做得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跟耶稣祈求，如果耶稣送给我们红包的话，红包里面我们期待里面装的是健康的，大家有没有健康的？阿们。健康的举手 ，OK。那我们有没有期待里面装的是智慧的？有要智慧的请举手。有没有期待里面装的是平安的？有没有期待里面装的是喜乐的？有没有期待里面装的是信心？这样总共有几个东西？5个，对不对？有健康，有智慧，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这是不是基督徒的5福临门呢？阿们。好，那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来领受圣灵。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有机会跟圣灵来对话。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将我们的期待交给圣灵，来圣灵来引导我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准备好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了吗？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他。太
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真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一起喜乐的来唱这首歌。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
天就是吃团圆饭的时候，也是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唱这首诗歌。就是除夕夜，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起来 RPG。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期待有健康、有智慧、有平安、有喜乐，也有信心，祝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现在开始，两个人 RPG。
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神人生。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都归于。我们请右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唱。在坐下之前，我们用一个非常温暖的笑容跟我们旁边的人说：“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1章19节到21节，请。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圣经读到这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长存。这时我们要请亚拿传道来介绍。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这一个礼拜当中呢，礼拜3到礼拜5是我们舞团的寒假的集训。那我们很开心，感谢主，在今年当中，我们有几位新的练习生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训练里面。我们先请我们的练习生起立，好不好？我们这一期的练习生，他们是我们最新的储备团员。好，请坐。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献上我们在集训的过程当中我们所练习的一首曲子。那这一首诗歌叫做 Praise with Everything。那它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赞美归给神，并且是因为要献上我们所有的赞美都给神。那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我们，所以我们在赞美的时候要突破天际，医治就要临到，恢复就要更新我们的生命。Amen 吗 ？Amen。好，你们可以先就定位。好吧，我们一起用掌声加我们的尖叫声来支持他们。
我们再一次掌声。我们再一次的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这印证了上个礼拜曾经在牧师所说的，来到永光教会至少少几年，几岁？20岁。OK， 好你把你的年岁减掉20，然后告诉隔壁你今年几岁。好，减掉以后，10岁以下的举手一下，10岁以下的，还有0岁的，对不对？感谢主哈！哇，真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永光教会真的是太奇妙了哈！因为我们不仅是一间赞美祷告的教会，也是一个跳舞的教会。阿们。我们是为基督而跳，阿们。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聚会当中，都看见我们弟兄姐妹，都跟着舞团可以表达的，这很重要呢。因为你越跳，就是真的是越来越少年岁，对不对？20岁以后，然后以后可以再扣25岁，哇，真的是恩典满满哈。所以感谢主，让我们的舞团他们不只是在特别的节庆当中，他们呈现舞蹈，更棒的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主日，台语场也有，对不对？哇，他们年轻人要那么早起来，真的是不容易哈。但是他们可以为了神，为了带动弟兄姐妹，为了跟牧师一起成为祭司来服侍神，他们很乐意的每一个每一个礼拜的早晨，他们都这样献上他们的时间跟体力。所以好不好？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好，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舞团跟我们的教会的、跟我们的乐团、跟牧者一起配搭让我们的敬拜更充满了神圣灵的同在。因为神就是神的灵是活泼的，阿们。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吗？
当我们这样敬拜，用舞蹈来赞美神的时候，我相信天使也在那里。我相信圣灵也在那里，耶稣也频频点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就是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的。阿们，阿们，好不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例行普世宣教的意象，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我们每次宣告，我们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充满全地，就因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让我们更经历他的同在跟大能。阿们。感谢主，今天是小年夜，对不对？那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真的是感谢主哈！因为透过我们一起敬拜，我们要把过去的年岁日子都归荣耀给神，也眺望未来的日子，我们更知道神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你跟隔壁说，小年夜可以一起敬拜，这是恩典。来，好，牧师问一个问题。你比较重视农历的新年还是阳历的新年？你觉得你比较重视阳历的新年的举手一下。OK， 好，放下。你觉得你比较重视农历的新年的举手一下。我看起来年轻人都喜欢农历的新年哈。好，请放下。当然。在阳历的新年我们知道这是全世界的同样的在过年哈，所以不管是在哪里雪梨，是在这个哪里美国的什么曼哈顿、纽约对曼哈顿哈，对或者是还有哪里伦敦哇对都有跨年的台湾是最棒的，就是101哈我来台北第一次带孩子去参加跨年101走失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过，那个感觉真的是永生难忘。所以那时候决定就决不到101去跨年，因为会孤独的一个人跨年，连手机都宕机了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舒舒服服的在家里跨年。然后后来跟弟兄姐妹一起跨年更棒，哇，这是很棒的哈。所以但是农历对我们来讲，农历的新春对我们其实来讲，我们更有感觉哈，因为这是所谓的是我们台湾习俗也好，或者是家庭的一种传承也好。但你知道吗？很特别在农历的新年跟那个阳历的新年当中不太一样农历呢是结合了月亮的圆缺跟太阳的节气每个月就是看月圆月缺来定哪一个月的一个月的开始跟结束那年呢是用太阳的运行的位置对齐四季所以我们看农历的话是会看着整个月亮跟太阳的变化来定节令。那阳历呢？阳历其实是看整个地球公转对太阳公转一周就一周就是1年365天点24。你有过那个点24年月天吗？对，但是这个是用阳历来算。那月份怎么算？月份就小时候我们都有被教过嘛。来，怎么算？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5月大，6月小，7月大，8月大，9月小，10月大，11月小，对不对？对吗？我都小时候被教的，我还记得呢。但是这是人定的，人定的，这不是按着神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节令的改变所以很特别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可以更清楚，我们以前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不对？春天的时候就是要整地，然后播种，然后
夏天呢，会有什么杂草啊，要除虫啊这些。如果是你家是务农的话，过去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哈。那秋天就是收割的时刻，冬藏就是可以过的一个有寒冬，但是有食物可以吃哈。这是我们看见过去前人的智慧，按着季节的变化来观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些的物种，他们是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可以长得漂亮。然后有好的成果，甚至是可以当作食物来吃的，这透过前人的他们的经历所累积起来的哈。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来了解说，人如果顺应的自然的变化，当然我们就可以享受五谷的丰收啊，我们的生活就无忧无虑。只要你肯做工，一定有得吃的。这是我们对于前人所留给我们这些的智慧、生活的技能技巧，我们可以了解的。但是从这里更让我们看见很特别哦，耶稣也有谈到相关的这个议题哦。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收成的时候到了。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耶稣说这是自然的啊！我们殷勤工作，撒种，然后浇灌，但是谁给他成长的？神哈，对我们没有，我们也说什么，有一句，对，好，如果你看它长得那么慢，给它拉一拉的话，好，可以啦。那隔天你就看见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是的，这是我们在生活上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牧师常有说，所谓自然的是什么？是上帝的作为。阿们。所以我们所谓称为这自然界，其实就是上帝的创造。阿们。你跟隔壁说，自然就是上帝的创造。来，自然就是上帝的创造。对，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清楚，一切的生命力的源头都是从那创造主而来。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在快要过新年的一个开始，我们都要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每年我们在新春的时候，第一天我们9点一定就是举行新春的称谢礼拜。一个好的开始就从敬拜开始。阿们。你跟隔壁说，礼拜2早上9点要见到你。不要睡过年了哈！礼拜2是过年了啊，新春的，我们早一点来，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好不好？跟隔壁说，你要穿最漂亮的给耶稣看，来。阿们啊，这是我们可以的哈，所以我们要宣告，上帝是万福的源头。阿们，然后一起来宣告，来，上帝是万福的源头。是的，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从今天牧师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活出基督。特别在年末岁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读经计划这个礼拜所读的经文其中的这一段，我们来看哈，来了解。牧师2年前跟潘牧师我们2个人台北中会牧者有办到土耳其去哈，然后我们有走保罗的行踪的时候，我们有从亚洲然后跨一个海，就到欧洲哈，南欧的地方那保罗当时候就是有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就离开了亚洲，进入到欧洲去传福音，所以他第一站就是到腓立比城哈。那我们
这个礼拜在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了解。那很特别哦，神带领保罗往他从来没有想到的地方去传福音。当保罗到腓立比以后啊，神就给腓立比教会一个使命，就是让他成为保罗传福音从头到末了一个全然支持保罗传福音工作的一间的教会。其他的教会想要帮助保罗，保罗都说不用的，不用的，因为神也给保罗有他的技能，他可以自己的生活是没问题。但是这一间教会就是很特别，因为看见保罗的需要，随时随刻的就帮补保罗，甚至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他们也派人去支援保罗帮助保罗，让保罗在监狱里面也还是可以传福音哦，还可以把他所写的书信都能够带出来，这是很特别的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间的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就可以从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所以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教会的书，他就很特别的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哇，真的很贴切，对不对？流露出这彼此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跟福音的使命，让保罗跟腓立比教会有建立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共同的信念，并且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使命哈。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在腓立比书第1章的时候，保罗曾感谢神以外，也谢谢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他们同心合一，从起初就同心合一到如今。好，那并且他们看见他们在信仰上、在真理上的辨明是不可怀疑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福音的大能大力哈。所以保罗因此他写这书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一个被囚的人，但是他的书信，他所写的信是充满了喜乐。我们说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嘛，对不对？竟然可以这样子，并且保罗非常清楚哦，他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本身是祸或者是福不管怎么样，基督竟然究竟是被传开了。保罗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念或者是价值观，告诉我们，他即便是身在监牢里面，但是他知道那个目的已经达成了，他就满心的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就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哇，这在第19节里面所提到的那这事到底是什么事呢？我们很多神学家就会再来研究这事到底是怎么事。那我们知道，如果从前面来看，保罗所提的这事就是他被关的这件事情。他说这件事情要借着你们的祷告，福音还是可以被广传出去的。阿们。所以在整个保罗的传福音的路上，我们看虽然是荆棘难走，但是终究福音的大能是不能被禁止的，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我们看教会的历史到现在2000多年了，有多少的暴君想办法要把福音斩断，但是到如今暴君在哪里？福音还是不断的广传。阿们。福音的大能还是在每一个世代向世人显明，这就是神计划救恩的道路。所以我们感谢主，透过信徒的代祷跟圣灵的帮助，保罗知道他有力量来面对现在的困境，也证明他是忠心于基督所托付的使命。这也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
也借着圣灵的帮助，叫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看见神的心意。我们的教会不是大家在这里哇，我们这些人这样做好了，不，我们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勇敢的出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透过保罗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哈。所以这里有一句话，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哇，牧师就把这一句话透过原来的希腊文去了解，到底这一句话很深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心无旁骛的、专注的那未来，好像就把头伸出去看，哇，未来是怎么样？哇，这是保罗的一种心境哈。所以他这里可以让我们知道，保罗他最关心的不是他下一步怎么样，而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前头是怎么样，他知道那个结果已经明白了，就是福音能够传出去，能够荣耀主的名，这他就达到了他的使命。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侍奉主的信念跟终极的目标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凭信心，我们跟主说：主啊，每一个过程里面都求神帮助我们，即便我们有挑战，即便我们在生活、工作、家庭还是有一些的困境，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本能，我们依靠的是这位得胜的救主。阿们。耶稣既然得胜，那依靠他的人也必然得胜。阿们。所以借着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们要宣告我是一个得胜的人。阿们。是的，这是必要的哈。所以跟隔壁说，依靠圣灵终必得救。阿们。对，不管你现在的处境如何，不管你数算过去的一年的日子，觉得还有哪一些的不足，还有哪一些可以加强的，没问题。我们靠着圣灵，我们必然可以更往上一层的来经历他的同在，因为耶稣应许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得胜的主。那你得胜吗？对，你靠主必然是可以得胜的哈。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说无论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照常显大，那意思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不管生不管死，不管我的遭遇如何，不管未来的前途未卜，但是我都明白，我都可以把基督的福音因着我把它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教会跟基督徒的使命，让我们能够清楚的了解，我们就是要让人看见神的荣耀的彰显。阿们。神的荣耀在哪里彰显？在你我身上彰显，在教会彰显，在你的家彰显。阿们。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穿那么漂亮去哪里？”你会告诉他什么？没有啊，我去走一走而已啦。你要说什么？我要去教会。他去教会做什么？礼拜天不是睡晚一点吗？我们礼拜天一定要去教会礼拜的，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就是万福的源头。阿们。是的，这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了。阿们。好，那礼拜天比较少人会穿得漂漂亮亮，对不对？但是基督徒就是穿得漂漂亮亮，就是有一个印记，让人看见我们，我们就只要有人问，我们就勇敢的说，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阿们。好，我们是在我们的大楼这样搭电梯，对不对？只要可以跟我们对话的，我们总是会邀请他们来教会。你住在我们教会大楼，对不对？这是个福气嘛，对不对？我们都邀请他，不管他来不来，我们总是开口。阿们。对，我们的责任就是开口，让他们，我们把基督的名彰显出来，被尊崇、被看重，那
就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了。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保罗这样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对保罗来讲，他活着就是基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过去是逼迫基督的，当他被基督选召以后，他就明白基督的死是为他而死。基督在十字架承担了他一生所有的罪患，而如今他活着就是应该为基督而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楚知道基督徒的生命生活是什么，并且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那益处是什么益处呢？益处只是我死了可以到天堂跟基督同作王吗？不，更重要的是我死了，让我的生命可以去让人看见，证明我所信的是荣耀的主。阿们。这是你我可以做的。所以这个部分，哇，这个孩子太棒了哈！是哪一位呢？在哪里 ？OK， 好，OK， 阿们。感谢主啊，那么小就会回应哦。以后不当牧师要做什么？感谢主哈，就是这么喜乐哈，如果他有心志当牧师，他是选择世上最好的工作，是天国的大使哦。感谢主哈 ，OK， 好，那因此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属天的价值，不是这一切所有的事情可以相比拟的。阿们。所以我说，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全时间服侍他，这是最大最大的祝福。阿们。确实是这样。我们的思想意念，请记得不要被这个世界牵着走，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牵着走。我们既是属天国的，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的信心、意向，给我们的盼望，是这个世上物质所不能取代的。这是你我成为基督徒必要了解的。神给我们很多很多这属上的一切，神给我们很多的才干，很多的资产，这些都属地的。但你我都很清楚，这个都是会过去的。然而那永恒的产业、永恒的基业在哪里？这是我们生命的课题，也是灵魂的课题。这是你我要清楚的。所以这一切让我们明白，当我们拥有耶稣，我们就拥有一切。这个一切是从地到天连结的。阿们。好，所以你跟隔壁说这一句话：基督就是我的一切。阿们。是的，这是我们必要了解的哈。那巴西有一个作家是科尔赫，他说一句话哈，很特别哦。他说：“用你的榜样去改变世界，而不是用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读这一句话好不好？来，用你的榜样去改变世界，而不是你的观点。我打一个例子哈。上个礼拜我跟潘牧师去台中遇到一位企业家，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企业的老板。然后他就想了很多分享他的很多观点，他说很多人他看遍了这世上所有的这些领袖政治人物他们搞到最后还是都是为了自己他说全世界的都是一样他说他有一个志向，他就是要当总统。然后他就把他的观点告诉我，我不是要当美国的总统。我说你当美国总统，你怎么可能当美国总统？他说我是要当全世界的总统。哇，
讲的铿锵有力，好像真的来的哈。哎，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我都看扁他们的，我当总统就不一样。我当总统，最后还是以你自己为主吧哈。哎，看这句话哦，你是用你的观点在批评、论断、在比较，还是你用你的行为成为榜样？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我们要讲很夸口，那个都不用付钱的，对不对？对不对？你可以任所为的，你想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你做得来吗？你可以成为一个真的榜样，让人家学习吗？哎，倒不如你好好的在你的家，在你的人际关系上，好好的把基督的信仰活现出来。你也许可以去影响2、3个人，总比你讲的非常夸口，让人家看扁你、看透你，那更有价值，不是啥？是不是这样？对哦，所以他讲这句话，可以让我们来思考：你是用你的榜样要去改变，不要说改变世界了，改变你认识的人，还是用你的观点？如果你是用你的观点的话，你还是不能成为榜样。哇！所以求神给我们清楚的了解，保罗是怎么说？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叫门徒效法他之前，有一个前提是什么？他效法了基督。基督怎样，我就跟随。所以呢，我跟随基督，你们也可以跟随我，因为我是跟随基督的。那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榜样？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怎么样跟这些信仰的前辈来学习呢？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我们看他是不是敬神爱人，看他是不是热爱教会，看他是不是谦卑的服侍，看他是不是很乐意传福音，看他是不是很甘心的卑微自己来做这些人不愿意做的。这只要其中有一样，你看到这个人在身上，他的身上有这个的话，那你就取他这样成为你的榜样，可以学习，那好不好？但是你不要想说你要找到一个完全都有的哦，不可能，对不对？那就求神给我们知道。保罗说，对，要我们效法他，一个前提是因为他效法了基督。所以求神让我们来了解，当然到最后我们终极的一个效法就是基督嘛。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对的，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第2节，对，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我们就学耶稣所说，做耶稣所做，太棒了！你们耳目啊，今天耳目有几个在这里？举手一下。耳目的呀，好棒哦！我看到几位耳目的，刚才在敬拜的时候就学着一起跳舞呢。哇，真的好棒！将来你们都可以在台上哦，可以带领弟兄姐妹来敬拜。阿们！这是我们最棒的一个传承哈。是的，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那英国的施布真牧师，有人称他为是讲道王子，因为他讲道很有恩高他最后他讲道的时候，甚至有上万人的来听他讲道。他说，没有什么比效法基督更能让你快速奔向天堂，抬头仰望荣耀。哇，这是很棒的。所以让我们都成为基督徒的你我，都明白我们怎么样，就是天天效法基督，时时活出基督。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天天效法基督，时时活出基督。是的，新年快到了，对不对？今天小年夜了，明天就是除夕了，礼拜二就是过年了。过年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9点要做什么？刚才忘了吗？再跟隔壁说一声，礼拜二9点要见到你在这里。不要忘了跟他打勾勾。OK， 感谢主哈。这是，但你知道吗？我们过年我们都是在求福，对不对？都在期待蒙祝福，对不对？蒙祝福，蒙祝。其实我们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要我们基督徒明白：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其实就同时的把福分赐给人的。你要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在培育学校里面一定有上到的，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多产、倍增、掌权的福分赐给我们了。所以圣经怎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是的，这就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呢，既是这样，我们要明白神在创造人就把这福分已经给我们了，我们才能够活下去呢。就像什么？你今天早上有没有吃早餐？你说今天早上不吃没关系，中午不吃也没关系，晚上不用，到初五再来吃，可以吗？那到初五你会是怎么样？对不对？没力气嘛，这理所当然的，因为神要我们进食，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呀。一样的，神早就把福分给我们了。但是如果我们没得这福分的话，你了解吗？会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人犯了罪，就跟神隔离以后，这福分就失去。那我们就看见一切的不安、软弱、情绪、猜忌、怀疑等等的这些接踵而来。所以你会有这些负面的东西，是因为怎么样？正面的东西漏失掉了，神的福分失去了，神的荣耀、神的形象失去了，所以这一切才是恶者对你的攻击。恶者最容易的就是找这些看起来就是病弱的细菌就进来嘛。所以你为什么会感冒？那你就了解，这几天可能你太疲惫了，对不对？你让细菌有得进来，并且你好的细菌没有办法胜过它，所以你会生病嘛？同样的这个道理，让我们知道，原来神就是赐福的上帝啊。所以呢，他看见人这样在罪恶当中，最后来到了基督，差遣到我们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就是要让我们恢复他原本创造的时候的同时对我们的祝福。阿们。所以这是必要的。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你要相信你是有福的人，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已经恢复了神创造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一切的福分。阿们。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勇敢说，人找到了神才能得福，找到了神就是有福的人。阿们。那你是找到了神了吗？对不对？你找到神了吗？阿们。在这里敬拜的盼望100%你是找到神了。阿们。因此你就可以跟隔壁说这一句话：你是有福的人，我也是有福的人。阿们。对，好，那福分恢复回来以后，你就要享受在神的祝福当中。所以过年大家都要找福期待大家能够更多的五福临门，对不对？我们的
主恩长老说我们的五福是什么？健康、智慧、平安、喜乐、信心。哇，那还可以再加，对不对？丰盛对不对？还有什么？恩慈有没有？恩慈有在吗？等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你是有福的人，你要确信，因为你拥有了耶稣，就拥有了一切。阿们。你以神为主，你就是神宝贝的儿女。阿们。你跟隔壁介绍你天上的父亲可以吗？可以吗？因为你认识他，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OK 已经超过OK，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再一次来。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愿神祝福我们，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神的话语。用喜乐的心来敬拜他。
配得一切的荣耀、颂赞、赞美、尊贵。哈利路亚！父神，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开口赞美你，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你看你的儿女们喜乐的来敬拜你，你必然用你的笑脸看着我们。谢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对我们的祝福。我们眺望未来的时候，更深信，当我们紧抓住你，你就把那福分恢复给我们，让我们更经历我们是多产倍增掌权你的儿女。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身体有病弱的，关系有需要破镜重圆的，我们的思想意念也要重新调整属天的。主啊，就在今天早上，你做你奇妙的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相信你，就可以得着。我们交托给你，你就为我们预备的都要充充足足的赐福给我们。谢谢你。那软弱的要得健康，要得刚强。那病弱的要得医治。那没有盼望的恢复到主里面，有永恒的盼望。那产业还不足的，主啊，你丰盛的恩典加添给我们，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健康，更愿意殷勤工作，来经历你的同在跟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总赞，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有请你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活着，这领主我重新的灵，报答主恩真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会众请坐。施工分享要请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新春快乐，平安！
牧师刚刚呢去中港教会去讲道服事，还有国宾长老，我们2位一起去。那我们2个人去，然后3个人回来，我们把利安带回来哈，利安。牧师去中港服事3周，他已经陪牧师2周了哈，所以他今天也去。那他呢刚好时间还是可以说，他是很期望能够回来永光，是，所以呢感谢主哈。接下来我们要来事工的分享，虽然现在已经靠近新春了，那其实有很多的传福音的一些的喜乐都在我们里面。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今天的导读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阿们。再来一次，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当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不论你们到哪里，神都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并且赐给你们平安，阿们。它的出处在哪里啊？我们念一下。腓立比书4章7节，好，神的话语内住在我们当中。接下来，好，这个是哪一个小组呢？正平小组哈，正平小组，他们的小组呢，在上个礼拜的小组聚会呢，他们就是那个新春花开富贵的插花步道哈，那个花很漂亮，我们是不是在后面有一盆？哇，所以我们的小组呢，在利用这个节气应景的时候，来我们看一下向后转，看一下，这是他们小组他们做的手做，对不对？那个花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哇！对不起，那个成本要多少？600块，哇，很高单位的哦。好，是，所以呢非常美丽，也让贝斯特他们感受到，哇，原来在教会里面可以领受到基督的爱，还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气氛哈。我们为这个小组掌声。有12位贝斯的而且他们请了最棒的老师是谁？豆豆哈，对，豆豆出马了，任何事都马到成功。好，来接下来，是南坎教会哈，来跟我们永光的舞团，在暑假的寒训里面有一个交流哈，所以呢，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很想要学习我们这样的一个赞美的舞蹈。所以我们也期待永光的舞蹈呢，可以不断的分次出去，阿们。所以我们的舞团的青少年，你们要继续的跳，然后把这个舞蹈呢继续的传承下去哦，哈。好，所以传承是我们很重要的使命。好，接着，好，那围炉礼拜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来，拿给牧师，好。好，牧师要来问一下哦，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的，举手一下，还没有信主。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的，还不少哈。好，那你的爸爸还在世上的哈，还在世上爸爸还没有信主的，请举手一下。爸爸还没有信主。爸爸还没有信主哈。好，我们请这些的弟兄姐妹站起来一下好吗？好，来我们的同工，好，来同工来帮助一下。好，爸爸还没有信主的哈。好，那请你们呢把牧师的红包呢，你们围炉的时候跟他说，牧师要送你红包。我教会的牧师要送你红包，所以这个不是你拿回去，是要牧师请你代转给你的父亲哦，哈。有一些音乐吗？亚伦传道，你去弹琴，这个给他们帮你去弹琴。好，都拿到了吗？你有一个使命，你要把这个红包，然后跟爸爸讲说，这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交代的，要祝福你，新年要祝福你哦，好，给爸爸的。好，都有拿到吗？我们的同工来发一下。好 ，OK， 好。那你的母亲还没有信主的，请站起来。母亲还没有信主的，请站起来。
好，那母亲还没有信主的，来，你也拿一包，你跟他说是牧师要送给你的新年红包。所以，如果你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你可以拿到2包。哈利路亚！你拿到之后，你就可以请坐。你一定要拿到哦，哈，一定要拿到。OK， 好，那今年呢，为什么牧师会多预备这个红包呢？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在这个围炉的时候，原来是信主的家庭的人都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拿着这个围炉的程序单，大家一起围炉吃饭。但是牧师知道还有很多，你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主，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享受在那个围炉，然后有那个围炉礼拜的气氛里边。是，所以神感动牧师就有一个想法，让我们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你呢在这一个除夕围炉的时候，你可以借这个机会，你也要把它向他表达。教会的牧师也看到我们家人，他们需不需要得着福音？他们需不需要得着福分？要过年的时候，很多这些的长辈都去庙里面去拜什么？去拜什么？拜财神爷啊！好，然后去求平安，然后去找城隍爷，因为他们需要平安。那他们都去庙里拜拜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他们平安？而我们给的平安才是真平安。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让我们的爸爸妈妈，让我们的家人，他们要寻找平安，不是跟你要，而是去庙里拜拜？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可以给予最美、最好、最真实的平安，就在我们的里面。阿们吗？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是分赐福气的人。阿们！你不要胆怯，不要想说，哎呀，信仰不同，所以呢，我也不敢跟爸爸讲什么样的福音。牧师跟你说，你这次你给他红包，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张是不是每一个周报都有夹一张这个我们的围炉程序单。而这个围炉程序单呢，我们有一个来看一下，一个是家庭团圆的。for 我们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好，那翻过来有一个是牧师呢，为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呢，你要送爸爸妈妈红包的。牧师呢有一个牧师红包祝福的小抄，小抄就是这个。所以呢，你回去呢就按着这个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的家人讲。然后呢，而且呢，我们看到牧师呢有对你的家长，对你的爸爸妈妈、父母亲呢，有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你就跟他说：“哎呀，你摕红包，你拿了红包哦，牧师也给你一封信哦，哈。”然后你就把这个祝福念给他听，好不好？在后面呢，底下呢，然后你就可以说，可以带着他爸爸妈妈，我们来为我们的家祷告。好，那你就顺便呢就可以说，那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哈。好，那就为阿公阿嬷，让阿公阿嬷身体健康，心情天天喜乐。需不需要喜乐？再来，可能你还有叔叔，还有阿姨、姑姑，对不对？好，为姑姑，上帝赐福姑姑，赐福叔叔，收入高升，家庭美善。哇，还有为我们现在读高中、大学的，让他们在爱中成长，尊荣爸爸妈妈，懂事聪明。好，接着呢，你就跟他说，2026年我们的家笑声会多过叹息，健康平安胜过病害，团圆相爱十分幸福，神的福气在我家。然后你就跟他说，恭喜新年，年年富贵，阿们。所以呢，这里面呢装了多少钱？10元。所以呢，我们有一个10元的 slogan， 10元呢团圆，10元团圆，10回活力，人气
福气、财气、大团圆。OK， 阿们吗？所以把这个红包不是它贵重，不在于金钱，而是在它已经是经过祷告的。上帝要大大祝福你的爸爸妈妈，神看重你的爸爸妈妈，因此你要把它完成这个任务 ，OK 吗？我没听到声音，阿们，阿们。所以不是你来祝福你爸爸妈妈，是上帝透过你，所以你不要把这个祝福给拦阻了，你要疏通你的祝福的管道在你的父母亲的身上。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团圆的家庭团圆的围炉礼拜，所以礼拜是明天吗？明天是除夕围炉哈。除夕围炉礼拜之前呢，那我们就用这个先带家人来按着这个流程，然后来进行，很快，这个大概5分钟就结束，然后来祝福他们，再发红包 ，OK。所以呢，我们要记得，总要记住神的恩典、救恩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享受这样的一个新年的喜悦跟团圆哈。好，那如果我们的程序单你还需要的，可以到后面来索取。如果你的家，你还有阿公阿嬷，我刚刚就有讲到爸爸妈妈，对不对？如果你有阿公阿嬷，他们还在，然后呢，他们是你是可以碰到他，你说牧师，我还可以再跟你要一个10元团圆的红包吗？你就来跟我们的同工要，好不好？跟我们的青年长老要，但是真的要发出去哦，哈，把祝福要分享出去哦，哈，也可以给阿公阿嬷哈。好，接下来的消息。好，我们的新春称谢，为什么叫称谢？为什么叫称谢？因为称谢就是第一天就是要感谢上帝哈。好，是9点，我们合家都要一起来礼拜。新年的一年的第一天，一定要全家回来礼拜，并且呢我们全家就坐在一起。然后呢，牧师呢大概会稍微介绍给众人认识，因为我们会有很多从外地、从南部的他们回来台北，他们就会来到永光礼拜哈。是，所以呢，我们欢迎大家回来，然后邀请家人一起回来，没有信主的也让他来礼拜，来认识这个神所带下的福分。那我们的周报里面呢有红包，所以我们可以用红包来奉献哈。好，礼拜2新春礼拜的时候，牧师也会给红包哦哈。OK， 好，再来，好，那我们在3月22号呢，我们的幸福启发启动日，那这一次的副长由谁来担任？小组长担任哦哈。所以这次呢，小组长担任呢，牧师呢还会给我们小组长。请他们来担任之外，还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哦哈，是，所以一定要小组长来担任哈。好，再来，好，那我们的培育学校等一下呢有说明会，我们的同工名单呢，请我们留下。接着更新营呢开课，所以我们要拿这个预读本哈，所以今天要跟我们的名家干事来索取。好。2月26跟28是烈火特会，那这个当中我们有33位的弟兄姐妹要参加，一定要佩戴名牌哈，在和平篮球馆。所以呢，由我们的同工服侍来轮流值班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名单，那大家你有报名的就要出席，因为你缴了这个费用，而且在整个现场的分享信息都非常的棒，所以牧师呢大大鼓舞我们要来参加。好，接着。好，那另外呢，晨祷呢，在新年的时候我们休息1个礼拜。那休息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可以，持续的祷告，持续的 RPG。好，接着，好，下个。好，那我们办公室也有休息哈，还有我们的小组也有休息，都是在下个礼拜，然后下礼拜过年之后我们再恢复。好。那我们的空调呢，现在已经来到275万。那我们过年之后呢，我们很快就要动工了哈，是，所以我们为我们的修缮的工程来祷告。好，马街150 T 恤恩典大放送。好，这个衣服来，牧师，今天来的有衣服可以穿，有衣服可以领。好，来，这个是我们的永光50。永光50，然后马街150的，那时候买的时候这一件是400
400，哇哦！然后呢，这是黑的，为什么要送牧师？我们清仓大放送。刚好遇到春节了哈，遇到春节。那 size 呢？像主恩有他的 size 吗？主恩带2件回去改。所以这个 size 是什么样的 size 呢？好，那你们去现场哦，哈，礼拜完那个祝祷完才可以出去哦。好，所以呢都是新的，然后我们有存放起来，然后现在我们就要分享出去哈。好。佑任，你要不要带去荣美教会？小朋友吗？好，你等一下你们看，好，大家都可以去看哈，就把它通通把它带走哦哈，但是要穿哦，因为这个材质非常好，1件400块，然后今天呢不用钱，好 ，OK， 好，好，再来，那所以你不要一个人就拿了10件哦哈，就一个人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拿1件这样子哈，好，那乐人也有暂停的时间哈，留意一下，好。接着哇，我们这是谁啊？那么帅哈！我们的罗一凡医师哈，好，我们的兆民牧区有办这个健康幸福讲座，所以是在3月8号，好，3月8号 ，OK， 好，接着继续为蔡淑珍还有刘克姐妹哈，也为他们祷告，好，那我们现在要来介绍我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是明辉所介绍的美燕。美燕在这里吗？美燕，欢迎你！哇，明辉，哇，是以前我们的青少年，对不对？对，感谢主，你现在长大了耶。牧师对你的印象，你还是小学呢。感谢主，也非常的欢迎美燕来到我们当中，是可以每个礼拜都来，对不对？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梅燕，也欢迎我们的明辉，他们2个都要归在耶稣的恩典的名下哈。上帝祝福你们跟着我们的迎宾，然后有礼物要来送给梅燕。好，来，我们可以跟着他们。好，还有其他的祝福吗？那这个时候呢，家里面都大扫除了没有？哇，教会大家都打扫得很干净了哈，非常谢谢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区长这样带领。那如果家里面还没有打扫，今天还可以打扫。那另外呢，我们在后面呢，赠品呢，他们这边有预备那个红包袋，卖完了吗 ？OK， 红包袋还有一些的小春联呢。那红包袋如果你要包给小孩，你用我们小玉设计的赠品，他们在卖的这个红包是最有意义的，哈，所以呢，你们今天呢只卖到今天哦，所以你们要去买哈，把那个红包袋送上给我们的家人，那是一个恩上加恩哦，福上加福。好，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欢喜的来彼此祝福，请我们来用这首歌。一起来哦，好的，好心情。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把你的爱分赐给人，而且充满了光荣。再相信另外一个人，不要总是那个人不一样的人。向左向右转，耶稣爱向对面哦。爱你，让他爱你到底，只要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只要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的恩典常与你们的家同在，让你们天天经历圣灵的引导跟感动，更愿在敬拜、在服事、在工作上
得力，并且得满满的福分，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神也祝福在透过直播，不论你是在国内国外，神都祝福你们新春平安，新春平安。弟兄姐妹，我们礼拜二早上9点见，我们大家请坐，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的礼拜就到这边来结束。我们的培育学校的